不当动产处理委员会一今仔针对国民党台中市党部监视不当处置的财产举行听证会。国民党的代表区台顶是批评讲，动产会调查报告黑白讲哦。伫个听证会进行大约20分钟，区台顶就因为不满提早离开现场。 国民党的台中市党部伫西屯的5期中华区内，市民的价值就业，目前产权登记伫国民党名下，不当动产委员会调查，这笔不动产是当年台中市政府拨支予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买地起来的，认为属于不当处置的动产，立时召开听证会，将原先要提供给税捐稽征处之细征土地，以每平方公尺7600元之价格。 让售予台中市民众服务社，然非政府机关以让售方式购买机关用地，已违反公共设施保留地之相关规定。 调查报告列出几个证据，包括台中市民众服务社以指定号码的方式取得土地，明显违反当时的法令。国民党以台中市民众服务社的名义，摕到当年台中市政府3900万的搬迁补助费，嘛欠法律依据甲合理性。动产会嘛抽出过去，国民党也未起即阵市党部的这间处时，参民众服务社长期免费使用过去的台中市寓所，拢无合当时公产 管理法令的规定，后面那一块土地处分的事情，它叫做特种基金，不是一般财产。 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委区台顶伫听证会大声批评动产会调查报告是黑白讲，20分钟的说明了后，就唔管进行第2阶段的询问，随月头离开。针对这届听证，动产会表示也未得到结论，会照相关资讯进一步决定敢要搁开第2届听证。记者梁木贾桂林台北采访报道。